大家每日出街買嘢、搭車或者去茶餐廳食個下晝茶，袋入面一定會叮叮當當袋住一堆人先硬幣。你平時用呢啲神沙嗰陣，有冇試過望多兩眼？有冇發現有的2蚊人係波浪形嘅，有的1蚊人上面居然仲見到英女王個頭像？而家天天在用嘅洋紫荊花硬幣，到底係邊個設計出嚟嘅呢？原來我哋一用緊嘅每一枚人幣，背後都記錄住一段超過半個世紀翻天覆地嘅香港戰後歷史故事。由1945年二戰結束到1997年主權移交，呢短短52年間，香港硬幣嘅演變，簡直就是香港人生活同經濟起飛嘅縮影。如果大家有留意，而家行街介紹翻嚟嘅硬幣入面，雖然大部分都係洋紫荊花，但間無中都仲會撈雜住1-2枚女王頭。呢啲英女王頭像嘅硬幣，其實可以帶我哋返去上個世紀嘅老香港。講起女王頭，大家可能以為全世界嘅女王頭硬幣都係一模一樣，但其實在香港流通過嘅女王頭硬幣，竟然有2款無同嘅外貌。2款設計直接對應住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無同人生階段嘅面貌，亦代表住2個無同嘅硬幣時代。第一款女王頭，行內人或者收藏家會叫佢做後生版或者第一代女王頭。呢款硬幣大概係由1955年開始在香港出現，當時英女王啱啱登基冇幾耐，大邀20幾30歲，正值青春小艾。硬幣上面嘅女王頭像係由英國好出名嘅雕刻家吉利克設計，畫像入面個女王頭髮用一條絲帶揸住，露出一隻好靚個耳仔，成個感覺好清秀，好有朝氣。如果你依家喺人包度下到1迷，1970年代或者1960年代嘅5後、1後，翻過去正面睇睇，如果見到女王冇戴皇冠，只係綁住絲帶，呢個就係代表住戰後香港經濟準備起飛，充滿希望嘅第一代女王頭啦。不過隨住時間過去，女王會老，香港嘅經紀亦都變得越來越成熟。到了1985年，香港政府就開始發行第2款女王頭硬幣。呢一款我哋通常叫佢做大皇冠版或者誠實版女王頭。呢個時候嘅英女王已經50幾歲，硬幣上面嘅頭像係由另一位英國雕刻家馬欽去操刀。今次嘅女王頭像明顯無同咗，最搶眼嘅地方係女王頭上戴住頂口閃耀、好尊貴嘅大皇冠。呢頂皇冠叫大不列顛及愛爾蘭之女皇冠，係英女王結婚嗰陣，佢祖母瑪麗皇后送俾佢嘅禮物。呢個設計入面嘅女王頸上仲戴住一條頸鏈，成個神態顯得非常莊嚴，非常有威嚴，完全展現出一個資深君主嘅風範。呢2款後生版同成熟版嘅交替，正好記錄咗英女王由一個年輕女仔變成一位受人敬重嘅老人家嘅過程，同時亦都見證住香港由1950年代嘅輕工業加工廠演變成1980年代嘅國際金融中心。講完女王頭嘅樣貌演變，我哋再嚟睇一睇一件好多香港人都好奇嘅事，就係點解我哋依家手上用緊嘅2蚊人會係波浪形嘅呢？仲有點解2角人又會係12角蒜形嘅呢？呢個絕對無係純粹為咗美觀，背後其實有一個非常實際、非常港式智慧嘅原因。要解決嘅係一個關於視覺同手感嘅民生大問題。我哋將時間撥返去1975年的3月份，當時香港政府宣布，因為市面上對於貨幣，即係神沙嘅需求越來越大，所以決定推出2款全新面額嘅硬幣，分別就係2蚊人同埋2角人。喺1975年之前，香港係無2蚊同2角呢2種面額嘅，大家買嘢找錢通常都係用1蚊、5後、1後。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香港市民的消費力提高咗，物價又升咗，出街買嘢如果成日要找一大堆1蚊或者1後，個銀包會好重而且非常之無方便，所以財政司就決定要發行2蚊同2角，用嚟填補1蚊同5毫之間，以及5毫同1毫之間嘅空缺。但問題來了，當時市面上已經有咗好流通嘅1蚊人同埋5角人，舊版嘅1蚊人係圓形嘅，直徑大約30毫米，而原本嘅5角硬幣亦都係圓形，
如果新推出嘅兩蚊人同兩角人又做成圓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啲阿媽師奶去街市買去，個街市又濕又摸，或者大家趕住搭巴士、搭地鐵，喺個人包度摸也摸，好容易就會將兩蚊同一蚊混淆，亦好容易將兩角同五角搞錯。對於一啲老人家或者視力無係咁好嘅市民，如果幾枚人幣都係差唔多大細嘅圓形，每次俾錢都要定格睇清睇楚，咁就會嚴重影響社會運作嘅效率。為了解決呢個痛點，當時嘅港府同英國皇家鑄幣廠一齊動腦筋，決定在硬幣嘅外形上做手爪，務求令到市民一摸就知係幾多錢。於是1975年8月正式推出市面嘅兩角硬幣，被設計成獨特嘅12角線形，邊位有一格格嘅凹得線條。而最經典嘅兩蚊人就採用咗非常罕見嘅花邊圓形，即係我哋俗稱嘅波浪形，一共有8個波浪。咁樣一改，市民以後就算無用眼望，只要伸手入褲袋或者人包一摸，摸到邊位係平滑圓形嘅就係1蚊，摸到成個邊位好似一朵花，有波浪起伏嘅就100%肯定係兩蚊人。同樣道理，摸到好視迷而且有棱有角嘅就係兩角，平滑嘅就係1毫。呢個波浪形同12角形嘅設計，成功用最直接嘅物理觸覺，解決咗市民找錯錢嘅煩惱，成為咗香港硬幣歷史上最成功、最深入民心嘅神來之筆。其實，如果我哋將成個戰後香港硬幣嘅故事，由1945年開始一頁一頁咁翻開，你會發現啦，堆神沙根本就係一部活生生嘅香港現代史。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管治。當時嘅香港經歷完3年零8個月嘅日治時期，經紀可以用滿目瘡痍嚟形容。當時全香港最缺嘅，竟然係最基礎嘅現鈔同埋硬幣，因為在日治時期，日本軍政府強行將香港人原本用緊的港幣人員沒收，或者逼市民兌換成毫無保障嘅軍票。好多銅字、鎳字嘅硬幣甚至被融化咗去製造軍火武器。到英國人返嚟嗰陣，市面上根本無足夠嘅神沙去俾人買米、賣印、做小生意。面對呢個咁緊急嘅貨幣危機，當時嘅香港政府根本來不及等英國皇家鑄幣廠鑄造新硬幣運過嚟。為咗救市，港府唯有採取一啲非常手段，例如佢哋將1941年之前未用完、剩低嘅1仙紙幣重新發行，甚至將一啲大面額嘅紙幣切開或者界印當小面額用。直到1948年，戰後第一批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新硬幣才正式運到香港流通。呢批戰後初期嘅硬幣，包括有1毫、5仙，佢哋個背面依然鑄有英皇佐治6世嘅頭像，因為當時英女王仲未登基。呢個時候嘅香港硬幣用料比較慳，例如1毫硬幣就由以前嘅人幣變成咗黃銅鎳合金。因為戰後物資短缺，政府必須控制成本。呢批佐治6世嘅硬幣安撫咗當時飽受戰爭摧殘嘅香港人嘅心，令到市場重新恢復秩序，大家可以用反有信用、有保證嘅港幣去重新建立家園。到了1952年，佐治6世駕崩，伊麗莎白2世繼位，香港亦都在1955年開始步入英女王硬幣時代。呢個時候正好係香港歷史上最傳奇嘅黃金發展期，大批內地移民湧入香港，帶來了資金同埋技術。荃灣、觀塘、新蒲崗呢啲工業區開始拔地而起，香港由一個單純嘅轉口港變成了一個全天候運作嘅輕工業大工廠。製衣、塑膠蛙、鐘錶、收音機暢銷全世界。隨住經濟發展，市民每日嘅交易量幾何級數咁上升，硬幣嘅需求量簡直係天文數字。在這個大背景之下，香港硬幣在20世紀6、70年代迎來了最崩密嘅改版同創新。除了我哋頭先提到1975年推出嘅波浪形2蚊同12角形2角之外，大家有冇印象？老一輩嘅香港人成日會講大餅呢個詞語，大餅其實就係指舊版嘅1蚊人。在1978年之前，香港的1蚊硬幣真係非常之大微，直徑有30毫米，成個手掌心咁大，塞幾枚入條褲度，行路都會墮下墮下。為什麼以前要做這麼大微呢？因為在舊時代，
硬幣嘅面值係要同佢本身嘅金屬價值成正比嘅，大枚的、重的，市民先覺得有安全感。但到了70年代末，香港已經準備轉型做金融中心，大家行路步速越來越快，生活節奏越來越緊湊，一堆又大又重嘅大餅顯然已經追無上時代。於是到了1978年，港府決定將1蚊硬幣瘦身，直徑由30毫米縮小到25.5毫米，重量足足輕咗接近1倍。呢個大餅變細餅嘅過程，正正反映出香港人生活節奏嘅轉變。大家追求嘅係高效率、輕便同埋現代化。而且大家記不記得以前仲有一款好食梅，表面帶有微紅光澤嘅5仙硬幣，我哋俗稱叫做斗零。斗零呢個詞其實係源自中國傳統嘅重量單位，因為以前清朝末年嘅5分人幣重量大腰係3分6厘，換算過嚟就係1斗米嘅幾分之幾，所以廣東人好親切咁叫佢做斗零。在戰後的1950同1960年代，斗零係非常有購買力嘅。當時買一碗細地嘅雲吞麵，或者買一段咖喱魚蛋，可能都只係需要1個斗零或者1猴。但去到1980年代，香港經濟全面起飛，人均收入暴升，通貨膨脹亦隨之而來。1個斗零即係5分錢，在市面上已經買無到任何嘢啦。你去買糖、買報紙，最平都要幾毫子，甚至1蚊。5仙硬幣變得越來越無用武之地，反而政府要轉做它的成本，還貴過它本身5仙的面值。終於，在1989年，香港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發行同埋使用5仙硬幣。1個斗零嘅消失，雖然由歷史舞台退了下來，但它留低嘅係香港人跨越物質匱乏，邁向富裕社會嘅珍貴共同回憶。歷史嘅巨輪繼續向前轉，當時間來到1990年代，香港面臨住另一個最關鍵嘅歷史轉折點，那就係1997年嘅主權移交。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嘅規定，所有帶有英國殖民地色彩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地位不符嘅標誌，都要逐步退出流通領域。換句話說，印有英女王頭像嘅硬幣，無可以再繼續作為香港未來嘅唯一法定硬幣。但問題來了，全香港當時在市面上面流通的硬幣有幾12枚。如果等到1997年7月1日當滿，才在一夜之間將所有女王頭硬幣收回，再換一套新硬幣，這在物流上、技術上根本係一件不可能任務。而且如果貨幣出現混亂，好容易會引發市民嘅恐慌，甚至影響國際投資者對港幣、對香港金融體系嘅信心。為了自決這個涉及政治、經濟同埋社會穩定嘅大難題，香港政府決定實行一個叫貨幣直通車嘅絕密計劃。佢哋要在主權移交之前嘅幾年，就提前推出一款在政治上中立、不帶殖民地色彩，但同時又符合未來特區身份嘅全新硬幣設計。等新舊硬幣在市面上共同流通，透過日常嘅損耗同找稅，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咁淘汰舊嘅女王頭。呢個時候，故事嘅主角就要出場啦。大家知無知？而家我哋手上面由1猴、2猴、5猴到1蚊、2蚊、5蚊，甚至係雙金屬嘅10蚊人，上面那一朵好靚、線條好簡潔嘅洋紫荊花圖案，到底係邊個設計出嚟嘅呢？答案可令好多人跌眼鏡。呢套影響住全港幾百萬人沿用至今嘅洋紫荊硬幣，佢嘅設計者居然無係什麼國際知名嘅頂尖藝術大師，亦無係什麼設計院嘅教授，而係當時嘅外匯基金管理局局長，亦即係後來全香港人熟悉嘅金融沙皇前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先生。聽落係咪覺得好不可思議？一個搞財政、搞經紀，每日睇住幾千億外匯儲備嘅金融官員，點者會客串做埋硬幣設計師呢？任志剛先生後來在自己的專欄文章入面，就親自大報呢段非常有趣嘅歷史內幕。原來在1992年左右，港府要籌備設計這套全新硬幣，因為這件事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牽涉到中英雙方嘅外交談判，全個過程必須做到高度機密，各隊無可以走漏半點風聲。如果當時公開向全世界或者全香港招標，請設計師設計，咁就一定會引起傳媒嘅大肆報道同埋猜測，甚至會引來不必要嘅政治爭拗。
本着知情越少人越好嘅保密原則，呢個重任最後就硬生生落咗去當時負責貨幣事務嘅任志剛身上。任志剛自己都開玩笑咁講，佢當時其實係老大不願意接呢個任務嘅，因為佢自己根本就冇乜藝術細胞，稍為有點藝術眼光嘅人可能都會覺得佢設計嘅硬幣太過簡單，但冇辦法，職責所在，佢唯有硬着頭皮上。既然要政治中立，又要有香港特色，最安全、最合適嘅選擇自然就係香港嘅市花洋紫荊。不過，一個搞金融嘅人，點樣去畫一朵洋紫荊出嚟呢？任志剛當時就用咗一個好聰明、好港式嘅偷雞方法，佢假裝自己要為即將成立嘅香港金融管理局設計機構標誌，名正言順咁向政府新聞處索取了幾張好高清、好漂亮嘅洋紫荊花真實相片，然後佢就對住呢幾張相片，將洋紫荊花嘅輪廓線條勾勒出嚟，化繁為簡，變成一個好工整、好對稱，非常適合印在金屬硬幣上面嘅圖案。除咗中間朵洋紫荊花之外，硬幣上面仲要有中英文嘅面額字樣。任志剛在處理字體嗰陣亦都非常講究，硬幣正面嘅英文 Hong Kong 同埋阿拉伯數字面額，用咗非常現代、清晰嘅無襯線字體，而背面嘅中文香港兩個字，以及一元、言個元等字腿，任志剛就特別激人參考了中國傳統嘅書法字腿，寫得非常有骨氣、有力度。這套由任志剛親自操刀設計嘅洋紫荊花硬幣，終於在1993年初正式面世。當時最先推出嘅係1蚊、2蚊同5蚊。當這批新人幣流入市面嗰陣，香港人雖然覺得個樣變咗，但因為大細、重量、材質同舊版嘅女王頭完全一模一樣，所以大家用起來完全無障礙。自動販賣機、巴士收人香、地鐵入閘機，全部無需要做大修改就可以直接識別。這架貨幣直通車行得非常之順，成功將一場可能發生嘅貨幣危機消弭於無形之中。講到呢度，我哋不得不提這套洋紫荊硬幣入面最特別、最具有技術含量嘅一元，那就係1994年推出嘅雙色10蚊硬幣。在1994年之前，香港的10元面額一直都只有紙幣，俗稱率，式稱匭。但因為10蚊紙幣嘅流通量實在太高，市民日用夜用，紙幣好容易變舊變爛，政府每隔1-2年就要回收銷毀再印過，成本非常之高。為咗延長10蚊貨幣嘅壽命，港府決定在1994年推出10蚊硬幣。為了顯出10蚊硬幣嘅高面值，亦為咗防止記造，這枚10蚊硬幣採用了當時非常先進嘅雙金屬設計，外圈係白色的公銅裂合金，內圈係黃色的女王銅，這種金心銀邊嘅設計，層次分明，視覺衝擊力好強，一推出就成為咗市民嘅話題。不過，這枚10蚊硬幣在歷史上亦都帶有一點點悲情色彩，因為在1990年代中後期，市面上開始出現了大批來自外地嘅高質素10蚊夾銀紙同埋夾硬幣，搞到很多商戶，特別係的士司機怨聲載道，甚至拒收10蚊銀。再加上後來八達通等電子收費系統越來越普及，市民對10蚊硬幣嘅需求大減，所以這款由任志剛設計非常精靚嘅雙色10蚊銀，其實發行了幾年之後就停止了鑄造。雖然佢依家依然係法定貨幣，但大家在條街度已經越來越難找得到佢，反而成為了不少硬幣愛好者嘅收藏對象。當時間嚟到1997年，香港歷史迎來了最輝煌嘅一幕。為了紀念這個百年一遇嘅歷史時刻，香港政府在正式回歸嘅1997年，特別推出了全套級微嘅1997回歸紀念硬幣。假套紀念幣非常之有心思，佢哋嘅正面依然係任志剛設計嘅洋紫荊花，但背面就全部換上了充滿中國傳統吉祥寓意，同時又代表香港精神嘅全新圖案。例如1猴硬幣嘅背面住有一隻中華白海豚，代表住香港獨特嘅海洋生態同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2猴硬幣背面係一對蝴蝶風箏，象指住香港喺回歸之後可以展翅高飛，如意吉祥。5猴硬幣背面是一頭牛，因為1997年剛好係丁口流年，同時亦象指住香港人默默耕耘、刻苦耐勞嘅孺子牛精神。
而到了一蚊硬幣，背面就鑄上了一支威風凜凜嘅麒麟。在中國傳統文化入面，麒麟出沒代表住盛世同祥瑞。2蚊硬幣背面係一並和諧嘅雙體帆船，記錄住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到遠洋貿易港口嘅歷史。5蚊硬幣背面就鑄上了一個壽字圖案，同埋傳統嘅長雲。祝願香港繁榮穩定，長治久安。最精彩嘅當然係10蚊雙金屬硬幣，佢嘅背面雕刻了萬里長城嘅圖案，上指住香港回歸祖國懷抱，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這套1997回歸紀念幣設計極之精美，線條細膩，而佢哋背後嘅圖案設計者原來係夏鼎基夫人。夏鼎基先生係邊個？佢就是1971至1981年間老一輩香港人都一定聽過嘅前香港財政司。夏鼎基夫人在香港聚咗好多年，對香港充滿感情，而且佢本身非常有藝術才華。以前香港發行過嘅英女王訪港紀念金幣、12生肖紀念金幣，全部都係出自佢嘅手筆。佢設計嘅這套1997回歸圖案，完美地將西方嘅鑄幣工藝同東方嘅傳統美學融合埋一齊，為戰後這段跨越半個世紀嘅香港硬幣故事畫上了一個最圓滿、最完美的句號。從1915年的戰後廢墟、物資短缺，到50、60年代的工業起飛，大餅變係餅，到零走入歷史，再到70年代港式智慧大爆發，設計出世界上獨一無二嘅波浪形2蚊同1角12角形。最後到90年代，為了自決政治過渡，由金融總裁任志剛在保密環境下親手設計出洋紫荊硬幣，再由夏鼎基夫人畫出精美嘅回歸紀念幣。這幾十年來，香港硬幣形象變過，大小變過，圖案變過，正面嘅主人亦都換過，但唯一無變嘅係每一枚硬幣上面都沾滿了幾代香港人辛勤工作，用汗水獅子山下拼搏落嚟嘅痕跡。所以下次當大家買嘢找錢，或者在屋企個神沙甕、豬仔錢罌入面見到一枚波浪形嘅2蚊，或者是一枚帶有大皇冠，或者是後生絲大版嘅英女王1蚊人嗰陣，不妨將佢放在手掌心，靜靜地感受一下佢嘅重量，因為你手上拿住嘅無單止係幾塊錢嘅貨幣，佢更係一塊實實在在記錄住香港大時代變遷嘅歷史碎片。